精裝防噪嘅智能家居方案。就算你屋企已經裝修好，都可以輕鬆加載智能系統。燈光我哋用咗卡龍系列嘅開關，入門口右手邊嘅一鍵開關可以安裝一個中控屏幕。主臥床頭嘅插座有條件可以安裝小喬語音面板，講句說話就可以控制全屋燈光，方便又有型。遮陽方面，全屋冇預留窗簾電機電位，可以用鋰電開合電機，半年充一次電夠用。如果你封窗陽台，可以升級 C3 嘅電機。傳感器方面，門口裝人體傳感器，洗手間就用存在傳感器，人嚟燈亮，人走燈滅，慳電又智能。空調可以用空調伴侶控制，網關1到2個 M2，加 Mesh 路由組個網絡就夠晒穩定。如果想再升級氛圍，可以安裝燈帶、釣魚燈、射燈，整個屋企都更有層次感。如果你係保利西口岸嘅業主，對智能家居有興趣，歡迎揾我哋報價做方案。我係 Benny，一個識設計又識落地嘅智能設計師。